今比因客家人有名堂又来到为高雄美浓了，有請到嘅又係哪嘢客家人啊？小總就等提供嘅資料嚟到總談，唔過什麼嘅都似唔到，冇人爭啲，哎呀，原來細隻位嗱，要夾夾撞到南龍，上嚟係乜啥安太牌呢？行松行下唔懂美濃上下，是俩形容啊，俩美濃俩安詳嘅地方，唔好根本啊最重要嘅，哎你客家人有名堂，而且啊想住嘅都有名嘅人，通講哦帶俩附近哦俩帶到安好嘅地方，啊哦安保，俩算啊吼美濃嘅豪宅啊，想住嘅。來，請董事長誒，先熱個乾爹，一家有一家庭院造景好。哎呀，你還無咩啊？來不？搶你想嘛該？還想煮？唔想煮哦？哦，想煮誒，你痛我會嘛該？豬腳糖，屁股痛。咁根本安尼個切迄馬啥？都係摸嘢啊！娘摸嘅迄馬啥？可以卷啊！煮好叫你娘摸嘅哦，攞攞迄娘嘅洗咯。誒，都係卷咯。哎呦，海軍！哎呦，你係娘寶寶。冇唔錯，今比嘅主角就係有獎又為唱歌嘅朱海源。12歲時就開始參加唱歌嘅比賽，歸路都贏人嘅朱海源，也按多年來韓老演藝路線延伸到戲劇、主持戲。2013年兩人諾諾結婚，係演藝圈度當有名嘅恩愛公婆喎。對。一出生，呱呱落地嘅時節，我就一直聽美濃，好一直讀到嘅幼稚園嘅小嘅中，高中我就聽高雄市區圖書，啱過大禮拜上同我歸到美濃。你還睡過全部哦，龍江誒，快寬了，快寬了，先快寬了，哦，臉部油條，胸是就。龍江真的價錢買嗰個5小鐘一類咧。哦，我價錢買喲。你係客家人咧熱情，佢平常時攞真係要按到東西好食。冇。安尼有關係嗎？安尼有關係嗎？哎，海軍啊，我跟你講，No 哥現在在裡面還在睡覺，我問你一下，他到底對你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問爸爸。啊，爸爸哦，爸爸，養了細路嘛吼，真係，自從對不卡吼之後，飲唔得啦。飲唔得啦，懂哦？天父哦，一百足講個錢唔多嘅。啊，按好嘅細路哦，平常是會有老不卡天數，嘛該無？唔該杯哦。會有天數。咁買那飲茶好泡，我拿錢出來買卡錢。嗱，你還是頂牙了細路，懂不會說啦？哎，這句我聽得懂哎。你的女婿很會吃，聽得聽不懂。哦，看的也看得懂，一直拿，一直拿。早晨起來啊，故事也要吃東西啦。哦。哎，對啦，對啊。早上起來肚子要吃東西啊。你可以來主持客家天師台啊，全部唐嘅事。不是，因為你的客家話很簡單啊。來個唐嘅事。哎，人家細路，仲錢呢？哦，不要這樣子。哎呀，講嘛，跟你全部唐嘅事，做唔到媽咪，媽咪是啲嘅。對對對。媽哥全部糖。唔講咁嘛，太公顧名去唐嘅事，做唔嘛，做那媽咪嘅，哎。說我大胖子。沒，還有這句話。哦，大笨蛋。你也有鬧嘅大擂台嘛？你也有新嘅客家電視台節目嘛？哦，有啲鬧熱大擂台以外，還有啲外景節目哈。哎，任務課。聽說第一集的來賓是重金禮聘一個天王巨星，對不對？花光了所有的積蓄，不啊，我知道了，因為劉德華嘛。因為香港人他們講的那個話，跟這個客家話其實有點接近，哦，有可能因為都是廣東梅縣嘛，有可能是瓜哥之類的，對，客家之父瓜之類的，應該是這瓜哥天王曾國成，應該是這種等級的。寫出這3位，哎呦，我更大牌，還有更厲害的。來聽烏客啊，來賓不需要是客家人就可以上，哦，最好不是客家人。高年講客家話，哎，這檔節目是有日式的。對，請用吼頭好肉你來送來聽的。好糯米，幾好糯米啊？好肉誒，好肉。哦，迄好糯米迄嘛啥？
好了。你综艺梗退步哈，铺好久还没做，脚很酸，脚很酸。该不会就是我们 No 哥吧？爱欣赏，爱欣赏。你爱欣赏？对哎对。呦真挺厉害哦！什么太感，什么太感。很好哎，我觉得上节目又可以学客家话。哎，对啊最重要第一集你还挺自己的老婆是应该的。哎，冲爱用的是真名哦，懂哦。讲得啦哈。讲的，存太钱，会好事嘛？钱财成为致富，充点身体健康，照顾到爱妹，我就可以感谢。哇，我的爸爸都会懂哦。有没有？岳父讲得很好。对，订婚的时候讲的一模一样的话。对，钱乃身外之物，对不对？这是顾好他的女儿最重要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来各家店来上班了，好不好？诺诺真见係客家好細路，也拜貼片老伴娘做盤最愛家，未大幫也來好好了解客家文化，希望大家愛多多支持珠海縣嘅新節目哦。食飽最苦，愛真實經驗同好嘅口場了。看，哦，有看到诶，屁骨痛。有冇足部嘅屁股痛？阿伯問下哦，想煮诶，你有冇按到屁骨痛？哦，有個屁股痛有一順毛，一個人嘅糖霜廣告啫。哦，哈，我講到我見邊帶兩個安尼槍手，結果我阿伯還在槍手，槍手中槍手，哦，槍手。我們同宗族的，我同宗族啊。味道人嘅節目，祖父早嚟講係大家都無限叱咤。傳講像主人係對皇帝嘅孫兒高用師전시來嘅，전시石馬順嘅來嘅燕安書香草，過後燕安嘅後腿草葉，本族武王奉帝祖國，古所就用骨來做香香燭，過後楚國滅鐵祖國，像主人嘅後腿就多批也素菜來供養，韓家老祖有片嘅樸素得鐵改香燭。認真單單都係啲屁股上煙，故所後台子孫就用屁股嚟做同好。阿伯啊，問下，咁一開始啊，你都來頭做太了㗎吼，來到啲美濃嘅地方，來到美濃那位啊，一開始。出亮度啊，可能講一啲。哦。嗰個係亮度嘅咁搬出來。搬出來。哦。我說我你知道嗎？就剛開始是從去太了，咁來到美濃嘅龍土嘅地方，啊對那邊搬又搬出去，又看到啲相片，哦，你厲害呢。哦，以前是古羅湖嘅嘛。哦，點正潮啊？我也可能上面嗰度弄一個屁股頭，一膨上頭。膨上頭是香料。香料嘅，你有冇講下咯？因為人哋屁股頭係用一個本膨上頭嘅原料。發現社會有啲一萬再唔可以加，所以yen也是呢就兩香嘅豬排。如果是感情更好一點，可能就叫豬柳，有可能豬柳海軍。講清楚，因為你有那個發言人。太久沒講了，對不對？不要再害我了。太久沒講 ，OK 嘛？你看厲不厲害，對不對？沒有，我跟你講，我現在在研究哈。在看我們姓陳的，那姓陳的哈，入贅的話，就這邊就有這個配國嘛，啊姓陳的我來查一下。这个就可以改一下。颍川呐，我们姓陳，姓陳是颍川堂，颍川堂呐，姓陳、姓賴、姓鍾都是姓賴。對。咁安呢，珠海縣真見愛招諾諾你們係麼？人哋話唔好在個祈福現場唯一堂唔是合法嘅諾諾嘅啦。日日落去看下，祖國還有乜嘅名堂？咁你係鐵技師誒？也批嘅19師。19師誒？哦。我們從龍土那邊遷出來的。這個以上，我叫阿泰咯。阿泰。阿泰呀。哎，明白。媽唔是啦。哦。將四百年是阿公阿媽。他一般來過來沖牙時間，瓜子沖牙時間，哎，你親戚，都冇買命嘅咯。社會啊，俾我們啊。社會做唔得。啊，就講嘿，就講阿伯考掉。你社會有乜嘅命誒？啊，要行出來，啊，健康嘅唔啱聽得嗰種乜嘅啊？那因對因地講啊，跌落嚟吼就會係健康。嘿，健康嘅行財嘅人，還生來才有法度。雙豬排。哦，所以講嘿，古種你呀，你妹嘛，好。妹。啊，你老弟叫嘅嘛，妹。啊，叫他來。哎，是說。我這個喂，聽我聽不懂啊，亂七八糟。雙豬唔嘅話，有啲豬排
乱讲，对啊，哦，他说不行，不同宗不行，不同宗，对啦。我用名。好嘅啦，也就唔好再講咩生諾諾嘅啦。2013年，朱海娟老諾諾添婚結合，搶嘅91座，行卡來到一片小鄉，老祖父嘅老祖公報告，希望老祖公愛保佑亞團延延。另外啲刺同順頭嘅亞地高資源，就係太白屋卡石芒種出嚟嘅，一下千時行嘅農產品哦。注意聽一下，全程用客家話介紹，做的好不好？開始。來，大伯，你幫我介紹。大伯開始來你啦。係乜嘅品種嘅토마토咯？那个陳蜜香，陳蜜香토마토。陳蜜香小番茄，哦，佢特色到哪位？哎，會香，香，吃了會香，係哦，會甘，會甘，都有甜，又甜，香甘甜。所以你好像在罵人。 Q，所以今日咧面容神聖嘅陳蜜香哦，係係揾長上出名。哦，當有名。遇到佢用開水係嘅，我睇到佢。哦，哇，厲害啊，哦！遇到佢喺加拿大古里了，我嘛帶佢去。啊，真嘅哦。这个是有故事的，这个由来呢是有一对非常恩愛的小夫妻一起合作無間，對，成就起來。係是哪一對恩愛的夫妻？幹嘛啥？條白行明日就企喺天窗。對兩位倉哦。本來鄰居很多啦，剩沒幾戶啊。全部都搬去啊！中國後堂哦，叔哥。創國後堂哦。來中國。後堂，沒的後堂。當評審當太久了啦，就是現在沒有對，你要給他耳機，他是評審。這個由來呢是有一對非常恩愛的小夫妻一起合作無間，對，成就起來。是哪一對恩愛的夫妻？幹嘛啥？就是他的堂哥跟堂嫂。哦，真嘅哦。堂哥跟堂嫂。見不有來。對，堂哥堂嫂。來，你有冇上過種愛用嘅品種嘅토마토都了解？就感覺吼，啊，種토마토吼，就非常都有特殊嗰種토마토嘅色路啦、色路啦，我哋最種토마토種係面容嘅特產啦，特產，開個叫你。沒有啊，問周慧敏講下。周慧敏，你們還唔曉講？喂，中藥，他講周慧敏。中藥토마토會凍甜嘛？甜是會甜啊，因為也細節會多啊，很複雜的那個程序。我講過來試看看嘛，都看到。你在地上嘛，地上剪一剪，不要浪費。兩位說的呀。如果後面那裡有黑杯，黑杯啦，它有分時期啦，什麼時期栽種的，對，後面。要你讓它都最面紅類，出面，所以要皮嗰個盤，個中間不完甜。這個就是他們的這個成色。剛開始是這種。要煮。還有剛開始的時候要採收的那個成熟度比這個還要再橘一點點。哦，暗用的它甜，暗用的我甜。人家因為都酸了。這個就是，這是網購，就是這個。就色調。它這個鄰居大家自己吃，親戚朋友。吃看看有甜嗎？現在是土狗抹的。真的，真品濃甜。重點是它這個皮比較厚，比較 Q，比較有嚼勁。真甜。對，我們的客家大佬陳國成每年都要來訂，就叫他助理來訂。哦，真的。對。按好食嘅咁嘅香토마토，小總用嘅標高也唔是錢，食到飽嘅好機會咯。你看，諾諾含當碟線，爭嘅鹽度清甜嘅，愛獻本心愛嘅本樣呢。摘睇토마토過後，朱海娟帶定小組進到落鑊，也特別有機成種千人望嘅肥熱。加來咧，也落鑊啊，無人菜啊，唔知喺見到客家鳥苗頭出到喺面，哎呦呦！到了，是兩位阿弟，加有來，剛才我有來，真的。他說沒有人在。是哦，哎，現在門已經打開了，哎，趕快進去看有沒有東西掃掉，是不是小偷進去？可以不可以哈？來，喂，大家好，請，海軍頭髮是帶了補充嘛？係啊，頭髮就會成長完全就體一件肉布嘅。哦，看到董東陽胸片呢，哦，照片不用拍太清楚了。我的照片有冇按的啊？還有最重要這個匾額，你看到嗎？對，神韻精湛。對，這不是廟哦。哎呀，我以為是一般是廟才有這個匾額啊。對。恭賀朱
广元先生令千金，对海军小姐参加3立歌唱比赛，闯关成功留念。对啊，哇，那个时期我在做道具，真的哦。哎，对，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，那差不多13岁嘛，对对对，那时候就可能等个差不多10几年，对，是的。这个是那个派出所有没有？有哎，你看刚送来我有这里，们家你看。有中坛派出所，你看，多亮，多亮，哇，妹妹头哎哈，对，哦，就是你们有一个过去嘛，对，第一种妹啊，对，第一张，哦，第一种妹啊，天哪，我看到一个亮点，我看到那个提示团珠海军，那个就是我第一次去上百万大歌星认识 No 哥的，天哪，你们定情的节目，对，定情之牌的，哇，定情之牌留在这里啊，对，都褪色了，哇，这一张要把它裱框起来，你用上用它的回忆啊，对了，该是你要对你要央兄好的开始嘛，对啊，是吗？是真的，对。哎，该你挑拜时节啦，吼，是杜丽亚杯嘛，该比较挑拜时节有冲杜丽亚杯练唱有冲过。好，俺跳摆好，明日就起一片冲。杜丽亚杯冲哦，该零沙杯吃动牙上跳拍嘛。俺差不多明日早晨5、6點就放去了北山到回來後差不多是喺9點上課，上去課回來就開始衝。又開始衝，衝到按部調是包飯又再衝，對。哦，按認真哦。嘿，全部零沙課，啊沒有，公園的摸有貼旁過耶。岳父女兒又在練歌了，本來鄰居很多啦，就剩沒幾戶啊。全部都搬去了。俺的童年吼，就會買麥克風。買玩具也都是麥克風，就會一直從國外一直練國外，哦，爸爸做司機，最努愛學從國外，各種比賽。啊媽媽咯，因為啊總愛嘅呢學費啊，從國學費，我跳擺嘅呢從國學費但埋等於講但埋貴，媽媽會表費嘅。啊就啲明早夜的10號吼，媽媽按部跳8點開飛嘅時間。就會找伊安尼嘅鄰居，都卡看快票，有2口有超過發哦，這個月的學費就安心。現在想起來，吃到今後，即個結婚呢，還是個嘛有點生意呢，就會很踏實的想到爸爸媽媽養育我們3個小孩子是按辛苦、按用心來聽俺的做每一件事情，所以俺感覺今年的下擺過來，我家做每家時間啊，看到爸爸很不由自主的，跳擺喊前今年的時間，不會去想到說啊，回來家裡的第一個是抱爸爸媽媽，跟過來踢的就會讓到爸爸媽媽。那是一個很自然的一個表現。這件是親友團，就是他以前歌唱比賽的時候，我岳父開車嘛，然後我岳母就是幫忙看他，對，然後這全部都是，這是堂哥嘛，就是這個會準備那些水果啊，對，然後這個大堂哥對，也是開車開到台北又開回梅寮，開到台北又開回梅寮，對，然後給添視察，來哥哥，你哥哥，他是舉辦，他是負責把親友叫到現場喊加油的，召集人，對，拿的工作啦，對，鄉親朋友，對。南部的司機，這個呢？叔公，這個背後叔公，中國後堂哦，叔公，你中國後堂哦，中國後堂哦，啊，中國後堂哦，來中國後堂，對後堂，他以前聽力很好，就是因為太喜歡聽你唱歌。哎，不是啦，他當評審當太久了啦，就是現在沒有，對，你要給他耳機，他是評審，對。我很細細時節吼，懂愛講，懂好講。後來有一擺媽媽問我講，阿君，伊都喊我阿君小名吼，長大你想當什麼？我就說長大我想做乜嘅哦，就拄好看到電視，就看到夜市節的黃以玲天天送衝過位，啊就轉頭過去看媽媽，啊就講媽，我愛唱遐個阿姨樣嘅，我衝過位。因為做蓬蓬裙，又可以從國外講，哎，從好老公呢，客家人呢，客家人有乜嘅做唔得咧啊？客家人會從好老公就係一個驕傲，好冇？另外一個挑戰，另外一個學習。上秋嘅後生哥，
韩國認證也愛用心栽培。故所主海員此時就拿當多獎比，烏卡杜啊就強愛表唔落嘅。哎呦看，哎厲害！高雄縣85年度的演總比的客家歌謠第1名。哦，廖威嗎？亞洲新人國中開出T 嘅總冠軍第1名，冠軍。对。老公，你对这个我厉害吗？上帝儿童主为世界21世纪的国宝。道具弄哥做的。让你自己做的。对，这奖杯是我做的，这是我那时候我们道具组负责的啦，去定做的。哎，这个那时候的对哇，2块2，十几年前哎。那时候这个会转。对，这个会还会转哦，这个会动，会转它。对，这个本钱差不多快1200哦。哦，那算成本比较高。对，因为我们报6000嘛。哦，哎，这样小心，值得紀念呢。是因為原本還有很多，但是因為有碰到地震啊，亞樂喎真見就係主海員嘅獎比陳列個呢。主海員嘅亞愛比到校創高位嘅模樣，唔驚死太前，咪愛支持嘅夢想，實在本人當感通。一個演藝路上啊，佢真見碰到讀到大蠻多貴人剛才學下，剛才天數啦，然後歡迎後加唔會差啦。哦，其實會加同好，加好啊吼，這個是算是有幫氣運。對，他就到處塞紅包，拜託幫我。他是某年發，某印度年的海軍。唔敢跟你講啦。對啊，但你又講出來。他年輕的時候，聲音的力度更強，也力量，哦，夠卡爆。加一下，年輕的時候比年紀也還漂亮。也跟他們講。也有長的時間。哦，你還看我媽出來。還好啊，吼，那個。這個是算是有幫氣運，對，他就到處塞紅包，拜託幫我。女怕嫁錯郎，男怕入錯行。哦，嫁了一個對的人。對這個 C 龍，怎麼樣？你有冇給他發？很好。在拍，你問我岳母，他這樣，然後我岳母會說，差一點，紅包太少，他會這樣講嗎？當然說很好啊，對呀，很孝順，用認真，看到親家會下來要會親一點，是只有孝順那個，他很享受這個環境，很舒服啊，對，然後就像里長伯一樣，很環保，體驗那些田烘啊、路烘啊，每個女坤都有給打招呼。都認識啊，大家同事啊，然後都很熱情啊，你經過來家裡坐啊，來啊，來洗澡，來尿尿啊，這樣子，洗澡，很熱情。哎，剛才很多同學爸爸媽媽在片度嘛，還有一張名伯樂啊，對，帶到附近的太極黑啊，哎，說不定他會發掘你，然後你就可以出道當歌星了。對哦，來來看一下，歌唱比賽，衝過比唐坤坤，來，請家太極，來，來，Sam 妹妹，太極。好美！啊，對啊，哦。蠻熱鬧嘅，都唔識咯。啊，唔講係是阿總部。阿總部，哎，八妹哦，佢海軍啊。啊，唔聽上個獎，哎，半年完獎。海軍。韓式完獎，才係個獎。哦，越睇越獎。伊韓式後面嗰種人啊。唔係韓式，係韓式。韓式是。係難怪咱要從龍白上。講，人。啊！我咪攞位男嘅哦。那我買男好不好？你男好。沒有，弄到我假醜咧。哎呦，看得出來，你都有感情真你懂吼。哎，頭擺他是某年發哦，某印度年的海軍。啊，唔敢跟你講啦。係啊，咁你要講出來。你見咩伊出名啊？咱敢講啊？啊，真嘅，我出名是某一個。你敢講？頭擺你談到底這些時節是中國很吸引你係啊？
你要不？冇，你呐迄伊创国会吸引我。嘿呐，真嘅咯西西三西西嘅，三四西啊，你特别给当创国会，就是外面啊拿创国会，我要跟快马玩笑，如果我幼稚園14行，就你創啊，嚟sau就創咧，誒創本堂啦，依啲係佢哋話你創刷上人尖頭。哎呦，冲嘞！真的冲谁来？冲谁来？冲什么哟？你冲他，冲他，冲他！上人枕头若无你，也会孤单。棉被卡高若无你，也会为我。啊，你是我，啊，你是我，生命的温泉。也是我灵魂的一半。哎，再请掌声鼓励。这个没有蕊的，他年轻的时候声音的力度更强，也力大。哦，够卡爆。加一下，年轻的时候比林志玲还漂亮。也跟他们讲。也有长的时间。哦，你还靠我妈出来。我抢你是把你按得唔可以。哎，我看到你啊吼，第4关了吼，平常比赛只过到第4关，没有过到第5关了。第4关哦，我都年头的问我讲，哎，你都看到第4关，你们怎么没有第5关？关系梯。哦，关系梯啊。关系梯啊。哦，相拥，过了看一下。来，第4关。关系梯。关系梯。你4时就对他不搞错吗？明日伫遐走上，走下样来做下样的呢。真嘅，不过唔看4时就看到了关系梯，唔对。那明摆拢家拖梯士管。梯士管，根本意思本意题。好，一下就来听数组学员来了解一下关系梯嘅源头。东汉时期嘅雍正系繁农发音人，发音系啲铜管嘅丝片，当时按到关系。雍正这个时节当有书带，不过唔好做官。故所就开业私人嘅学堂，教书教为26年，严限其关系控制，过后关系咪变做像洋人嘅同学。日前嘅阿姨还要请2-3年英语，讲起爱手嘅洋务嘅历史。住的西浦啦吼，知物有正品啊，啊你主要拢啊你嘅祖先都对某一样的正品来到了台湾，台湾到看色的意思就白色的意思。哦，潮水过来，我两边。中共亲自移苗是古书，意思讲，我哋一个祖先对大陆传过来，然后前期古书系传过来北京，建筑都人家都北京的，就按呢，改名了。真见爱伴阿姨1万就赞哦！纵然用我嘅心口，老老公屋下嘅历史了解到很清楚，冇简单哦。接下來做學員老小組來到祖屋遷祖嘅源頭良都，唔過也見屁骨痛，樣會安尼喏。條擺祖堂是雙擺，雙擺嗰個辦下來，而家10年咧，10年，而家10年咧，因為個嘢做嘅屋嘅國體會對到，對到國體，我一定要搬上去當鼓嘅，唔係佢一個條擺嘅抗祖公嘅神作，條擺做佢哋嘅戶呀，啲農殺嘅咧。原來係也見屁骨痛嘅頭前，後來佢也撇間屋，體力破壞體力。阿公鋪排將這個西轉遷祖嘅祖堂來，良都嘅屁骨堂做得講係面農所有祖屋人嘅經濟體喲。現在人從1久冇去漲，也幾年嚟漲高。就啲也得咧，開卷實發現嘅祖屋人來掛子，實行愛排列嘅輪等擺。好愛輪流啊！輪流。嗱，你西方人，你係咪輪流？掃墓啊，掛子嘅啊，唔乜嘅人嚟到來訪啊你。哦，有總共有幾多房？總共人哋係4房。有4房。哦。本來人哋5房嘅咧，1房該做拆出去嘅。啊，見到係4房嘅有嘅係。啊，而呢個按多年咩？按照一個住商嘅來台住嘅話，就講話家租嚟分開嚟掛，一人一個房嘅掛呢。古總今年是106年嘛，106夫了未？祖屋做嚟講係面農良都嘅6大家族之一。
对1737年起始，就伫亚达贝来开垦。珠海县嘅老祖公，当时就係伫亚达贝开基，後來將駛到中塔。因安尼一關係咩？還是算安尼自家講啊，可以做嘅像佢話沿13世紀啊，可能就同安尼樣樣分開安尼。13世安尼啊個名冊同亞嘅都差唔多安尼，都契合得多安尼。哦，按過後沿都分轉分落去去安尼，按安尼都踩地下嘅安尼。按個批數啊，按個高壓一件，按個10件4也20絲啊。按20絲。個收尾其實稱呼來講，我係咪下數？哦，你是幼師嘛？你是你同海軍人用中批。哦，你們按20絲誒？按20絲。啊，就算姊妹一樣嘅。經過睇白，還有唔啲乃風睇過嘅說明，珠海縣一下總算老祖母來台嘅頭來面去，完完全全了解嘅。所以咧，美濃人又係祖屋人，接下來珠海縣愛留大家來了解一類祖屋嘅基礎認識，也睇時真件係冇簡單哦。哦，你哋土外來啊，地方喺哪位啊？你看到冇？美濃窯。哦，美濃窯。安尼喺北鶯歌，南美濃，安尼有聽過嗎？哦，我哋鶯歌嘅陶藝非常厲害。對。美濃啊，唔知了解陶藝嘛，按厲害哦。唔知嗎？我唔知嘅。有名呢，北鶯歌南美濃呢。真嘅哦。真嘅啊。你都有欣賞冇？有一啲可以講，可以喺安尼撇開同相處嘅功用。安尼美濃係冇伊就冇一個嘢。哦，真嘅哦。懂厲害喲。其實算美濃了解創始嘅錯嘅。主太師。來請主太師。來。哇！哎，你很太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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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。哇，哎，看到了哦，哇，你真嘅厲害，你看，你阿爸爸係啊？哎，亞洲人的美濃窯嘅創辦人朱邦雄朱博士。朱大師啊。莫幾是沒有美濃窯咧？對，因為美濃年來吼冇做陶藝嘅，從我爸爸開始，咱開始有做陶藝嘅。你係幾多嘅啊？大概提高雄捷運的橋頭站，後年是全台灣最大嘅陶瓷公共藝術。你看到？你爸爸那差唔多高，大概差唔多高。你看，要俾他。大概差不多12公尺到4層樓高。有個主題叫做天工開物。天工開物呢，其實一個主題幾簡單，它就是一個工學百科全書。它聚集了董事節所講嘅人所有的工藝技術，全部喺一本書底。有個歐巴桑，就講一個鄰居啦，行過來，講一個博士講，講年來因為應該係做班嚟嘅。奇怪了，你會做班那個呢？他沒有一個招牌當紅下美濃糕咩哈，他不會念那個字窯，他念那個字叫糕美濃糕。冇說到來去吃苦，嘿，周奶。天工開物呢，其實一個主題幾簡單，它就是個工學百科全書。它聚集了董事節所有做工嘅人所有的工藝技術，全部喺一本書底關。橋頭有個地方吼，以前在我哋嘅日據時代，因為有糖廠，有糖廠就有鐵路，所以日本嘅時代，橋頭是台灣非常繁榮的鄉鎮。但是現在它有一點沒落了，很可惜。所以你看崖造型分成5個部分，3個主題。上面一條一條是把奶色，充滿了像土地，像田埂，上下2節就代表土，中間也個是把像海浪，是把從雲捲來捲去的風起雲湧，也個形，就是象徵改變、努力。中間也個有是把像鐵路嘛，也有一些像那個城市的空照圖，勾勾呆呆，更多色彩象徵繁華。難怪我在這。一個景象看的就講哎，變成百貨公司了嘛？差不多。所以一個主造型最簡單，我們在土地上只要努力就能夠創造繁華。就一個主題，有意義哦。係啊，就最簡單的意義。真嘅，冇見到，有看到了未？哈，要嗎？大概在彰化師範大學，在做
捷运之前吼，也可以就全台湾最大嘅。我可以用爱好体验大厦咯。伊个好体太好，摸照片很多，不知道多大，摸比例。全部做按胎公共。全部按胎用米农业，就专门是做大型的陶瓷公共艺术，所以我哋唔要做木嘅，做文嘅，你係做胎嘅大型的造景艺术。刚刚像按生迄个免廿八做啊，不按办法做嘅，我们只是告诉别人，我们会做这个。做这个就简单了，就是小儿科了，就是比对不同的方式了。做的，这全部给其他做。安泰东西不可能其他做，因为它这个像这个作品要100多公吨的土来做原型，给模可能一给你做，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团队，先做雏形，然后就会念了博士塞给亚个东西的时间，一定会做一个模型。你是讲亚个是缩小版的缩小版，它其实不是缩小版，应该说亚个东西是它的放大版。阿贵多年来做，大概差不多做1年要20-30个人的团队，以后我们得用堆高筋呢，也用人力哈按的拼，一条条的拼，一条条用树按的拼还用，所以我拿到该个梯服嘛，迄大工程，佢仲要按胎，要按样呢？伊咩用酿嘅，其实用手嘅哈。啊，手係咧？用手嘅，18枪哈，今年呢建筑的工程上有很多干式工法，18枪呢雕大理石。用手嘅，用螺丝手，嘿，用螺丝手，一块底部有4个锁孔，雕底比较好，所以没用两个，用手嘅模一安戳，这个功法比较不容易，所以全台湾只有我们做啊。今比证件来到东吳都好，主辦向太師現正國外有展覽，故所就無法度親身老大家來說明呢。主辦向第1991年創辦的米農業，專門做藝術圖表。一下全台灣對北到南，有東到建嘅大學，還有民間企業都看得到嘅作品哦。廿八年不上到那地方，所以是把点点呢，它有南米点点呢。這個爸爸以主辦上嘅人講，點點。當時有過嚟嘅時間哦，差唔多2-3年嘅時間哦，就有一年有個歐巴桑，就跟一個鄰居啦，行過來，跟個博士講。人家那因为米農業啊，原來是做陶瓷的，原來你米應該係做板的嘅，奇怪了，你會做板的嘅喏？剛沒你個招牌當空下美濃高咩哈，他不會印那個字窯，他印那個字叫高美濃高，以為那個做板的，以為做板的懂得後世的東西，做新店板、做木板、冚板，來了邊吃土。周奶，可能米農可以生存30年，有个最大的秘诀，就是所有的东西本前后，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从原料进。源头。我们如果要做化妆品，你去第一化工买原料几个膏，一听比你直接买你的膏后嘅小很多。我们的釉跟土都是直接进原料里的几个膏。所以它就是有，它就有陶瓷化工的这个背景，两块几个咁。大家咁啲，其實米農冇出產肥奶，係唔合適來發展糖業嘅。唔過意思幾個先，主辦向本同意啲米農做出成績，為家鄉打造出藝術新形象。下輩2-3年來到米農隔壁嘅岐山啊，也特別老祖海園咪當有關係咯。好，你啊，來了起房嘅岐山茶條，泡茶，露頭擺時節啦吼，岐山啦吼，多了米農了不一樣吼，有泡茶有行，因為要開始啊吼，有甘蔗。因為時節同我阿公啊，我阿公啊吼有一點關係，因為阿公提台糖嘅時節有做過主任，啲送貨辦，所以寒生時節有談過阿媽啲講，阿公頭擺佢在上班咯，做過主任咯，所以小可了解下。頭擺啊，該加糖種有冇？後擺啊，無糖嘅時節其實種該強濟。米農岐山就隔一個你嘅軌道，你就自己就多誒。岐山茶頭係1910年起嘅，1979年天台學院嘅業務過後，就變做歷史建築嘅。下一步嘅增長後勢變做糖鐵故事館，呈現出當時糖業嘅風茶路歷史哦。日來看，看到沒有？頭擺了糖廠是拄了位，有看到吼？來看，了下面啊，拄了位岐山了位，小區塘了位，係啦，從了開始，對，拄了位。哦，你有冇搞？
哎，我都看到的呢。做牛讲呀，讲咧都同送崇拜，那真正看初步查落了会崇拜。咱露条拜的时间，你下吼，一定要周玉来复原呢。哦，看那影片，哦，条拜的时间好繁华，好热闹哦，很动人哦，你看到没？哇！你看，多繁华，哎呦，泡茶。茶了哎，还来冲泡茶，冲泡茶来走。呀呀，哎，哎，冲泡茶嘞。亚良是由2节茶籽嘅水泡茶，是系正经嘅水洗泡茶哦。文化部同高雄市政府就老公司同行嘅水洗泡茶嘛赞过，重现出公司嘅风气。条摆该弄喎，去种啦，松开的时节啦。没把什么呀？没啦，是从按用的茶哎，按用的茶也老公，条摆是按用这种平快车，它是每一站都会停。哎，它其实有一个绰号叫5分车，意思是说它可能行驶5分就会停1次站。对，所以它的绰号叫5分车。条摆啊吼，我阿公阿婆都9区堂啊呀，筹茶，筹都融为了钱呢啊吼，差不多会做第9的啊。设计总统，设计长总统。对，一片车都。因为它这个平快车每一站都停。哦。条摆是按用啊。草地快 Q 嘅复古茶制度，真件当吃菜呢。其实虽然讲行业无多，不过有部分嘅民农行业咪會來到鴉片來做湯，種強州落實，所以唔注意到位，也特別隨時會有客家元素出現咯。哇，看到冇？上線筒。上線筒，哪個上線筒香乜嘅？香整。香整呢？曾國成呐。还有我们兄弟这个总教头曾纪恩，曾纪恩都是3群堂的。所以这个是曾国成的还是曾纪恩的？第一楼木框框。来，老板你好。小哥，老板。哎呦。嗨，你好。nhà你店东特别，家全部的东西用马该做的啊。强州。然后他讲你好不好？家人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客家人然后会以自己的堂号引以为傲。那请问一下，曾纪恩跟曾国成谁跟你有关系？曾纪恩。曾纪恩呐。哦，曾纪恩是你的叔公啊！哎呦，哎，你为什么会想要用3型堂做你的店名？因为我们是内埔过来的，内埔过来呀，喂，嘿，然后就想说用香蕉还有那个3型堂这个特色，就是把它带出来。哦，要让人家知道它是客家人开的店。老岐山嘅特產強州，從一改良過，就做出嚟當多當有特色嘅甜點。當吃又當好食，三線堂嘅子孫真見當強呢。條家行講啊，就啲亞附區呢，還有一間行業開嘅禮品店哦。岐山那肉給了不要吼，差不多全部會好肉面。咁你係客家人咯？係，我講下之前全部辦，日本時代全部辦下度輪年耕田。剛我講下落嘅時候，國家唔得問題。每年瓜子嘅時候，我過去全部瓜子。我民國73年咩？推第一推，我都推咗10條路。喺10條路以後呢，我有宿舍嚟食嘅。睇下多食嘅。係睇下多食。透明咯。我都屯嗰度朋友講我係加來面咯。哦，不說人家不用喺面弄嘅。我以前嗬買茶嘅，買鹹茶。喺人哋福特啲啊，福特做業務嚟做口裝，啱喺車係佢同埋賣茶。哦，然後你買茶送水，哎呦，我客家人厲害，好會把，沒有，跟你老公一樣，上一個節目就把你打走了。條擺啊，會做口裝嘛，買茶。但是那上尾都了要好落價啊，都了要買東西。買同講嗬。有莫拉克88水災明年2009年哈，3檔軌道輸嘅。全部哈往下來，你估下佢，所以漂流木佔蠻多。中古茶佢出無人看啊，全部嚟推書嘅，行他家都啲摩斯陀，做我幫你做豬排，冇乜定班嘅，完全上一講，自家嚟做。現在物界就當上位啲，又唔甘願數本人嘅客家身體，頭家用頭擺學過嘅鐵工茶廠技術，自家律。冇想到自家學會嘅數位工藝，越做越興，真可以也建議品店。除咗講維持生活和高級嘅當到各地嘅朋友，啲其實也特別
还有一个同好同特别嘅方法。听讲啊，就留一个伫两岸三地都同有名嘅社会艺人同有关系咯。后摆迄个哪位过来诶？新竹，新竹，哦，然后还有一个大明星，还有曼妮，陈乔恩。啊，对啦，嘿，新乡城的嘛，银川的嘛，嘿，银川堂，嘿，佢头摆嘛新竹新埔的，嘿，有士兵下来起山，嘿，俩拢系新竹，今日冇下来。哦，冇下来，冇下来，所以今日大新竹，个夹爸爸喺哪位？陈进福呀，哦，拄了地方，进福，哦，拢系不下嘅囡仔。冇想到岐山天德门嘅陈木，实系陈乔恩嘅家族亲戚啦。对两位同好爱按到天德门，就谈讲老中国嘅影响有关系。那这边从新竹那边迁徙下来的时候，当初取名为天德门，它是源自于那个我们大陆那边的一个堂号，不是像银川堂那种堂号，它是属于天德派系的，所以源自于那个潮州那边过来。同特别的吼，可能造型吼，无看过，哦，那里边都看一下，好。那我们拜开漳圣王，是因为当初我们在河南颍川那边，陈元光将军他被派来这个平了漳州这边，那所以那个时候城市有58个姓一起下来潮州这边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拜开漳圣王，一直到现在。哦，哎，真行吼，因为讲客家人吼，天堂啊一定要拜神明，后辈所以拜祖宗，不信走去后面尝尝，真的。香橙诶，香橙诶，香粽诶，还有香奶诶，买银川糖，一拜看到了神族啊，全部用石头做的呢，对啊，哦，很强诶，真的可以摆看到呢，这就过来，太阳运过来，不受按特别的，系啊，哦，人家对联哈，越狱来台湾，使新竹而圆坛。好，我们这个家族陈姓家族就从广东潮州饶平那边，过来台湾，然后先在新竹，但斗新相连百代。这里面哈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古字，所以这个将近有100年的历史。还有两位花石，顺皇仪式择其颍川，这个就是说我们开漳圣王，他是从颍川那边，好，颍川堂那边过来开始。与口爱就是这边的地名。那这边我们讲大的方面叫圆坛，那小的村庄叫做口爱。好，习祠堂皆巩固，丑公未向殿千秋。形容说在这个千秋万世。对。那我们可以看到颍川堂这边就是拜的就是我们讲的公妈，我们的祖先，我们祖先。对，可以看到后面两边的那个龙柱啊，在100年前这个算是非常精细的一个功法。真跟你讲讲断了。对，非常精细。有看到有你的红头。有爱你的龙柱的无看过他无？早期这边在日据时代的时候，政府是禁止拜神明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拜王公，拜那个开漳圣王，我们不是这样光明正大拜，那个时候是安在上面。所以那个时候，现在老一辈80、90岁的人，他们描述说，当初要拜的时候，光爬那个梯爬上去啊，非常恐惧，都要偷偷的拜神明。日本时代，日本人伫岐山北边嘅盐潭地区成立了盐潭农场，就开始种嘅当岛香蕉、盐呢，还有甘蔗。故所就想到米农，还有其他地区嘅行业来也搭配做头路。天德门嘅陈木就係當時對新竹來到岐山，過後啲鴉片當見，無論行到哪，行人啲哪，同好處啲哪，客家人真見當有名堂哦。